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仔日5月15號，今仔日拜五華視在地新聞，我是吳佩玲。新聞一開始誒，來看這個消息，互人感覺一直吐大氣，竟然為着6萬塊，一個20幾歲少年人拍死83歲阿公。這代志發生的是，這83歲老先生今年2月的時陣昏迷不徹，送去病院搶救13日。有緣不幸死亡，病院這時發現這個老先生的頭殼可能是去用拍到，甚至是有人出手故意來拍，所以警方就調出這個記錄，去轟炸才發現其中這個老先生的孫20通貨，這個時常向阿嬤來討錢，但是只要一討錢呢，阿公就會當罵啊。較早這個孫仔就要動腳動手啊，所以即馬這個情形一查才知影，原來是迄當時為着要討6萬塊討袂到，煞總對阿公的頭殼來達整落去。檢察官經過偵訊了後，向法院申請收押禁見，即馬已經將這個不孝孫仔來關起來了。對於厝邊的印象中，人前客氣83歲的苦老歐吉桑，雄雄佇厝內昏迷送病院，在家後病房點13天後宣告歸案。救護車推出來之後癱軟，就是手腳都無力，然後就抬上去，然後之後就沒看到。有沒有其他家人跟着？他媽，那他老婆而已。厝邊本地倆真是自然死亡，是看到警方來搜索，才知影出代誌啊。因為他是屬於外傷性的出血，所以這個就醫療法規的規定，醫院不可以開死亡診斷書，必須報請司法相驗。歐吉桑在2月14日昏迷送病院急救，27因為呼吸衰竭歸案，後發現伊頭殼有外傷，低數腦部出血。嚴哥甲伊帶做伙的太太、後生新婦甲孫仔，佇做筆錄時，攏無講到孫仔捌對阿公家暴，也無講到公孫仔長期的冤家，因為死的人口徑無共，疑似有隱瞞。警察催促孫仔不滿長期去互阿公駕駛，捌有施暴的記錄，才驗出阿公佇昏迷前2天，孫仔佇客廳甲阿公拍甲血頭流血。原來是孫仔佇阿公遐討無阿嬤予伊6萬塊，才會動手，被依照傷害致死罪，互法院裁定羈押禁見。看到他回來跟他阿嬤要錢，要孫子，然後就看他拿一捆那個1000元的給他。叔叔半夜12點有報警說侄子要不到錢打他爸爸，然後警察常常來。他們是在警方那邊是有一些備案跟記錄，那是關於一些家庭的糾紛。針對孫仔催阿公阿嬤討錢，厝邊攏已經慣勢。安怎也想袂到，孫仔會這麼粗殘。雖然家屬醫師咧暗號，家在病院有發現外傷，檢警才會當佇事發了後3個月，用證據突破家屬的心防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